相對濕度。牆外是你嗎？何以未講一聲就撇下我？回答吧。係個立體感會差啲，但係都似係啊，都有嗰種感覺喺度啊！但係你 po 出嚟嗰個咧雪景咧，嗰、個似喎，即係一截一半嘅，好多人玩嗰、個。所以你個 AI 幾恐怖啊？係咪啊？實太恐怖啦！而家可以即係無端端一個普通嘅 app 啊，或者網站就可以整咗咁似嘅嘢。好，嚟一次。呢個係孔明嘅點歌，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哋嘅追緊人魚，希望大家幫幫手。嗰段睇咗未？有啊，見到啊，有見到啊。但我始終最覺得最似係嗰個咯。今日好 hyper，係啊，冇錯。早知道你有發佈，背影都識眺望，相對後代價高。早知道你眼界好，我不懂怎細數，講以後又太早。你似偶像。我已察覺變化濕度的看似特別信號，我要兩腳退一步，但是並未做到，接聽我看路風暴，將於3秒後來到的倒數，一點一滴增加濕度的看似特別信號，很心急想找出路，但是並未做到，接聽我看路可笑，不需3秒便有看透，改變做寶。做鈴聲啊，係嘛？你會唔會先？你會唔會有做鈴聲先？我已察覺變化濕度的看似特別信號，我要兩腳退一步，但是並未做到，接聽我看路風暴，將於3秒便有好的倒數，一點一滴增加濕度的看似特別信號，很心急想找出路，但是並未做到，接聽我看路可笑，不需3秒便有看透，改變做寶寶。呢首我特別中意啊，我都中意啊呢首。會啊，你可以將嗰個 chorus 咧，即係最重點嗰個中間嗰個位咧，就可以剪出嚟做嗰個鈴聲咯。啊，我想摘咗佢。